8名同志團體嘅成員咧到社會福利署抗議，聲稱咧不滿社署咧邀請一啲咧輔導同性戀者嘅團體代表向社工教授咧拗直治療，試圖咧將同性戀者改造成為異性戀者。呢一次係繼2個月前咧佢哋上明光社搗亂之後咧另一次嘅滋擾行動，目標好明顯嘅，就係抹黑啲咧同佢哋有不同意見嘅團體同埋人士，希望以後咧冇人咧夠膽講一啲咧同佢哋喺同性戀問題上邊不同嘅觀點。佢哋策略咧，首先係無論對方嘅講座實際內容係咩都好，只要涉及同性戀咧，就將佢扭曲成所謂拗直治療。另外咧，就係將對方以前講過一啲嘅説話咧扭曲，另一啲咧冇喺現場聽過或者冇上有關團體嘅網頁睇過詳細內容嘅市民咧信以為真，希望咧將謊言講100次之後咧會變成事實。其實有關團體舉辦嘅根本唔係咩拗直治療，而一啲人咧對自己嘅性傾向有疑惑，或者因為信仰啊、良心啊同埋其他原因對自己嘅性傾向產生不安，向佢哋尋求輔導。有關團體一向嘅態度咧都係尊重求助者自己嘅意願，唔會強迫任何人咧改變自己嘅性傾向，只係當一啲人想主動改變嘅時候咧，為佢哋提供支援。其實而家香港呢個同志團體咧並唔弱勢㗎，反而係非常之霸道。最弱勢嘅咧就係一啲想改變自己性傾向嘅同性戀者。因為一啲唔想改變自己性傾向嘅一啲嘅同性戀者咧，想強迫所有同性戀者咧同佢哋一樣，唔准任何人咧選擇改變自己嘅性傾向，亦都唔准任何人咧協助佢哋。呢啲係對一啲同志團體口口聲聲咧要求其他人尊重佢哋嘅性傾向，爭取一個多元社會嘅最大諷刺，亦都係對人權嘅扭曲。香港人日常工作同埋學習嘅壓力咧都好大嘅。辛苦完一日之後咧，最希望嘅可能就係翻到自己嘅窩居，無憂無慮咁飲杯自己中意嘅嘢，攤喺梳化睇下電視，聽下音樂，衣着咧可以隨隨便便，唔使化妝，唔使刻意咧理會自己嘅儀態，輕輕鬆鬆咁咧減下壓。任何人無論佢係咪公眾人物，希望自己嘅家居生活咧唔會俾人監視咧，係一個合理嘅期望。英國作家歐威爾嘅著名小説《1984》咧，就係諷刺極權社會對人民日常生活咧嚴密咁監視。書裏邊成日強調咧，老大哥咧喺度睇緊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嗰種咁嘅情況咧，好諷刺嘅，竟然喺香港呢個所謂自由社會裏邊咧進行緊實驗。嗱，最後雜誌咧用長鏡頭對準藝人嘅家居，遙遠監視同埋偷拍，並且將對方一啲喺屋企裏邊嘅裸照咧放咗喺雜誌嘅封面。過去幾年咧，一啲雜誌咧已經將呢種嘅手法咧正常化。如果大家再唔正視有關嘅行為，譴責同埋罷買呢一類咁嘅雜誌，以而家咁嘅現代科技嗰種拍攝同埋偷聽儀器嗰種先進咧，其實除咗所謂記者之外咧，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嘅用長鏡頭去偷拍同埋咧偷窺對面大廈住戶嘅一舉一動，侵犯佢哋嘅私隱，甚至咧將啲相片咧嚟到上網。最後所有人咧都有機會咧成為受害人，自己嘅住所咧亦都好難咧再成為咧安居嘅地方。呢一個係大家願意見到嘅咩？最後由於節目重組嘅緣故咧，時事冇人可咧要同大家講再見啦。雖然節目會停，但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樣對香港社會嘅關心咧唔會改變。再見。